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9章。非利士人调集因所有的军队到亚弗，以色列人伫亚述列的水泉边扎营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带兵出阵，有的带100人，有的带1000人。大卫甲伊的部下以及亚吉王行伫后面。非利士人的将领讲：这希伯来人伫遮创啥？亚吉王甲非利士的将领讲：这人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将领大卫，伊已经甲我带年外，对伊来投降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伊有犯什么过失。非利士人的将领对亚吉生气，甲伊讲：互这人倒去你甲伊安置的所在，毋通互伊甲咱出去交战，则免伊伫交战的时变做咱的对敌。伊要用什么下互伊的主人对伊的信任，敢毋是咱这人会头壳？以前以色列人跳舞的时，有人唱，有人吟讲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因所讲的敢毋是即个大卫？亚吉叫大卫来，甲伊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咒诅，你是诚实的人，你伫我的军队服役，我真满意，因为对你来遮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你有什么失错。毋过其他的首领无介意你。等你平安转去，则免这的首领无欢喜你的所做。大卫对亚吉讲：我有做什么代志，对我来你遮到今仔日，你伫你奴仆的身上有看到什么代志，互你的奴仆袂当甲王我的主的对敌交战？亚吉应讲：我知，我看你亲像上帝使者遐尼好，毋过非利士人的将领无爱你甲阮斗阵去交战，所以明仔载天一个光，你着带所有离开扫罗，缀你来我遮的人离开。过早起，大卫甲缀伊的人透早就出发，倒去非利士人的地。相时，非利士人向亚述列进军，